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潘文玉。餐具存在在你我的生活日常当中，但我们平常不会特别去研究背后的历史。不过，在高雄鼓山武德殿附近呢，就有一间老宅咖啡厅，有一位居住在比利时的主理人挑选古董餐具，然后送到高雄，由店长搭配餐点与环境，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历史风味，让人想一探究竟。这间咖啡厅的2位主理人因为对古董老物的喜爱而相聚，从原本在市集共同经营古董摊位，到落脚这栋老宅，最后更是摇身一变成为咖啡馆。一人在比利时淘宝，一人在高雄经营，到底是怎么样的机缘巧合呢？那本来是想说，让它布置成一个空间来呈现我们的老盘跟老件。那布置完之后，发现那个氛围太喜欢了，那就想说跟咖啡馆来做结合，使用我们本身的一个老杯盘来呈现甜点。而这里除了以有历史的餐具闻名外，店长小米也用独特敏锐的品味，创造符合这些老杯盘韵味的餐点。咖啡馆里头的甜点啊，都是我自己这边亲自制作的，所以在材料跟食材的选用，我相当的重视。那伯爵布丁我是严选就是法国百年品牌马黑兄弟。那它在布丁上的一个风味呈现，它是可以很温润的，温润，然后吃到嘴巴里面，你会感觉到那其中的一个深度，是一个很浓郁、那很绵密、好吃的布丁。不同于一般的咖啡厅，有鲜明的风格分别。我们一走进门，就感受到一种独特、无法定义的氛围。台湾老屋的马赛克砖墙和快木门，与欧洲的复古餐具融合，产生一种东西混搭的美学。而这也连接到这间老器物咖啡厅希望传达的理念。透过气味的分享，那我们希望这些以前的历史的故事，它能够可以被传递下来，那也希望说现代的人去使用它，那能够细心的对待。那既然提到使用，老板也向我们说明有关这些器具的小知识。哦，原来这个碗在欧洲是有这样的作用。大家对碗的在台湾的就是想象，大概就是吃饭喝汤。那在当地呢，在欧洲，它的一个对于欧蕾碗的使用，它是以喝拿铁的方式这样。那在我们咖啡馆里头，就是你来喝拿铁的话，你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一个氛围。店长提到，在开店的这几年，明显能感受到台湾人对于收集古董餐具的态度变化。他们欣慰于这种转变，期待有更多人体会到老物蕴藏的美。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响应世界地球日，台南奇美医学中心结合了玉山银行，展现绿色行动力。除了举办小农市集关怀弱势族群，也鼓励民众多食用在地的当季食材，借此宣导落实环保爱地球的行动。另外，也将发起净滩活动，要宣导保护海洋生态。4月22世界地球日，奇美医学中心每年举办各项爱地球的活动。今年结合弱势族群，在医院餐厅外走廊举办小农市集，希望将在地当季健康的食材推广给医院同仁，甚至看病的患者，一同用行动支持在地小农。今天是世界地球日，所以我们过去奇美医院不止在医疗我们在环保上面也每年几乎都会在这个时候办这个世界地球日的活动。那我们今年呢特别很高兴，这个国内绿色企业的龙头呢，玉山银行苏资深经理还有许资深经理他们都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医院有很多员工，他自己本身也有栽种一些这个蔬果，过去就常常有医院的员工来分享。那我们借这个小农市集呢也让他们平常有一些这个他们的心血可以拿出来大家共享。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些弱势的团体也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借这个鼓励大家用当地的食材、当季的食材，这样子呢，来这个保护这个地球。地球只有一个，这是我们的地球。我们非常开心，在今天奇美医院用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方式，和市集小农，让环保 ESG 这个议题能够结合，能够让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能够落实如何做到爱地球，甚至在于整个生活化里面做到环保一个议题。再次感谢奇美医院在地球日的当天，能够让玉山结合，让企业对企业的结合抛砖引玉。希望我们在整个的社会，在 ESG 这个议题里面能够做得更好。现场除了邀请身障团体，有联心园工作坊、恩典工坊与慈光心智一同摆摊参与。现场还有树苗、兰花的赠送，让医护人员感觉相当有意义。今天呢，大家院方的同仁都来响应世界地球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对，那同仁都很支持，对，很感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对，除了响应小农吃在地当季的食材，另外医院也与银行合作，一同在黄金海岸净滩，用实际行动保护海洋的生态。记者林根台南报道。高雄有许多的老屋和老街区，随着人们开始重视城市的文化深度，许多开始被活化利用。但在10年前，新滨老街就有一群人为了推展社运，在这栋老屋成立了文史会社，成为最早的县区。新滨老街区从日治时代存留至今，始终维持着过往的样貌，有着浓浓的复古氛围。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代表深厚的历史。而在10年前政府决定拆除时，就有一群人站出来抗争，用活动与宣传捍卫这片街区，希望唤起共识。而这个运动到现在仍尚未结束。这个老街的这个保存运动已经来到第10年，其实相对下非常难得，因为其实台湾很罕见有像这样子以文化类型的保存运动，然后或者是说社会运动可以维系这么长的时间，把这个10年来的一些累积，无论是在会社这边参与的民众，或者是说老街居民对于这10年来的一些心情，然后以及我们对于高雄的一些文化的看法，去做一些盘点跟梳理。10年来，老街区保存运动的累积，无论是人事物，都呈现在这次的展览中。墙上挂着的一张张老照片，就无声地叙述着这段过往。有10个代表性的物件，可能像大声公啊、地图啊、测绘图这样子去以一个比较元素的方式去延伸，然后我们就会把搭配这个线上展览，我们有做一个网站，大家可以透过那个 QR code 去连接到官方网上看相关的一些影音资料。走出展场后，在整个街区随处可见醒目的红色标语，宛如10年前的那场运动再现，但细看又有些微的不同。这不同之处，代表着他们在盘点过去的同时，也展望未来。因为这边又多了一个2012到2022，就表示说，我们从2012年开始抗争，然后经过了10年，然后下面一个问号就是说，这里的问题就是新滨街廓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希望说我们的本意也说，希望说政府跟会社能够同心合作，把这个历史、把这个文化再继续传承下去。当年为了能延续运动，在当地闲置的老屋中成立了现今的文史会社。除了推动文化工作，平常也会有许多观光客来这里感受旧时光氛围。那这些房子也是大概日本时代日本人建造的啊，所以他们来这边就会有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特别是很多的日本观光客很喜欢来这里。假日还没有安排，又逛腻百货公司或商圈夜市了吗？或许可以选择到鼓山旧港区的静谧老街，看看老街区的保存历史，来一场深度文化之旅。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
由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和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所合作推动的轻旅行，第一站经过长辈的选择，来到了台南鸭庄。根据了解，这里已经有100年历史了。从单纯的养鸭到转型成为观光休闲农场，经营上确实遇到非常多困难。现在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看。原本是传统养鸭和鸭蛋加工生产为主的台南鸭庄，祖传至今已经第4代，因应时代潮流，慢慢转型为结合农业观光和教育的休闲农场。第3代苏清发开着心爱的小火车，趁着市长来关心长辈的机会，一路亲自导览农场的一砖一瓦，满满的自信和成就感。现在农场被推荐为长辈轻旅行景点，也设计制作咸鸭蛋等体验，成为团体户外教学特色，一步一步摆脱疫情的冲击，经营得有声有色。不过，所有经营背后的辛酸，并非外人所可以体会。对啊，我们是白手起家啦哈，啊，当然是很辛苦哈，啊，就是。早期那土地比较便宜嘛，哈啊，买一块之后就可以再拿一块来贷款来买，啊，所以就这样子慢慢经营起来，啊，然后这片土地是慢慢增加起来的，不是说一下子就搞这么大的了哈。这个场地扩大嘛，哈，那如果没有好好利用的话，也是转不过去了哈，啊，就正好有这个可以发挥这我们的产品，哦，比如说农业方面的哈，那个产业方面的。鸭啦、蛋啦这些知识可以传承，所以就以户外教学为主，然后后来再增加这个休闲的部分。第4代苏华明面对农场经营，虽然都客气要记者找爸爸妈妈发言，不过他所学的是造型艺术、设计放鸭玩具等古早趣味。投入农场以后很有想法。对于休闲农场来说，从基本的卖蛋做蛋，不但更新各种设施，做出好口碑，并做到老少咸宜。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高雄左营区星光里内有一处荒地，杂草丛生。经过里长和地主达成协议之后呢，开辟成了一处农园。幼儿园的小朋友可以来认识蔬果的生长，而收成后的蔬果则是提供了社区长辈共餐使用，让这些爱心耕种有了善的循环。幼儿园的小朋友蹲在农园的土堆里，一手拿着铲子，一手拿着菜苗，要把菜苗种在土堆里，等待菜苗长大后可以成为食用的蔬菜。先挖一个洞，把菜放进去，再把它盖起来，长得比较快一点，浇水跟施肥料。所以我们的孩子对于蔬菜接受度也相当高，因为他们觉得是自己种的，所以就特别好吃。所以我们这边孩子其实对于蔬菜不太会挑食。这一处农园虽然不大，却是在左营金华区里难得的一块空地。原本是一块荒地，经过里长和地主协议之后，结合真爱环境教育生态推广中心，以城市农夫友善土地的概念，整建成市民农园。那昨天我们就已经将菜苗种下了，那以后往后照顾呢，就由我们星光里还有社区发展协会的所有的志工来照顾。那他们会每天来巡，然后施肥、浇水这样子。是会跟里长这边做一些合作，可能未来会有类似老幼共学这样的一个环境维护的状况出现这样子。除了地主提供土地之外，附近店家也提供木材和水源，让小朋友和关怀站的长辈都能够来这一处农园照顾和观察蔬果的生长情形。收成之后的蔬果还会提供给社区长辈共餐食用。透过我们真爱幼儿园今天设立这个心爱农场，其实也让我们的小宝贝很清楚的知道，其实爱护环境跟食农教育之间的一个关系。那透过我们的保护环境，那也可以推展我们环境教育的理念向下扎根。这边可以说是寸土寸金，一坪农田100万，可以说是全高雄最贵的农田。但是呢，这些餐是要提供给长辈来共餐使用的，所以爱心无价。原本是一处荒地，影响环境卫生，如今开辟成农园，让大小朋友体验当农夫的乐趣。蔬果收成之后，提供给社区长辈食用，善用土地价值，让爱心耕作有了善的循环。记者肖怡轩、赖昌邦高雄报道。
高雄火车站前因为交通方便，是外籍移工们经常聚集的地方，因此呢，能够看见许多特色的百货商店。但是这里有一间印尼店，同时贩售了热食餐点，而且是每日限定的特餐，天天轮换，错过一次可要让你等1个礼拜。现在要透过镜头带你来看。货架上满满摆着各式商品，从洗发精到零食，包含了台湾与印尼的产品。老板李阿娜正忙碌地整理清点，看似平凡的印尼商店，却隐藏着美味的料理。因为菜单天天轮换，有时甚至是看老板今天的心情更动，被熟客戏称成每日主厨限定。不要让人家觉得说我每次来都吃一样的东西，人家也会腻啦。那我就想要做比较不一样的、特别的，固定的。今天有这个 menu， 这个菜色，这个菜啊，想要吃的人，他们都想说固定知道说，我们这家大概礼拜几有什么特色的菜，这样人家就想说，我很想吃什么那一种，比如说像今天有那个鸡肉干面，或有可能他好几天想吃的。但是他等到那一天他吃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不一样。谈到最开始开店的动机，则是身为基督教徒的老板，希望有一个独立的空间，让相同教会的印尼同胞能够敬拜。因缘际会下，就顶下了准备盘让的印尼店。那我先是看到这家印尼店，他说：“你要不要做看看？”这样，我是想说，还 OK 啦，就这样做看看啦。重点是我本来刚开始想要。如果我有一家房子的话，有空的地方，我就要捐给教会来敬拜，因为很多印尼人在台湾高雄这边，他们想要找一个地方来敬拜。那我去楼上看到4楼的时候，刚好有一个空的地方，那我就想说 ，OK， 那这个我要住下来了。而今天的限定菜单是巴东牛肉与鸡肉干面。巴东牛肉饭包含了炸鸡蛋、菠萝蜜咖喱、炒木薯叶等等。主角巴东牛肉在经过长久的炖煮之后，吸满了香料和椰奶的精华，看起来黑黑一块不起眼，却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那个巴东牛肉是要煮3个小时，然后加了很多一些调味料，就慢慢的去熬它，去煮它，就是有那个椰奶的那种入会的进去里面的那个味道。而鸡肉干面的汤头加入香茅、姜片、沙兰叶等等印尼风味的元素，熬成咸咸又甜甜的酱汁，淋在细面上，豪迈的搅拌混合，油亮油亮的，好诱人。鸡肉干面是我们用鸡胸，把它切丁，切小块，然后再加红葱头、蒜头、酱油，然后把它炒一炒，炒完之后再煮像一种汤那种的话，就加很多酱油进去。不止现代人，现在连百货商店也讲求斜杠。老板用自学的好手艺以及每天轮替的菜单巧思，让来这里补充生活用品的顾客也忍不住停下脚步，带走一份好味道。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每年的4月是泰国的泼水节，为了让台湾的学童也能够体验学习异国文化，高雄信义国小的学生就来到了新住民会馆，透过泰国新住民姐妹当讲师，与孩子们共同体验不同的文化与节日故事，现场的气氛热闹活泼。小朋友们绕着圈，跟着泰国传统音乐的节奏舞动起来。这舞蹈可不是一般的课程活动，是信义国小师生到新住民会馆体验泰国文化。透过来自泰国的新住民姐妹为孩子们带来文化体验与互动课程，也让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觉得这个课程很好玩，我的文化体验了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习俗。今天在跟同学做了这些事情，之前都没有玩过，觉得很特别，很开心。4月是泰国的泼水节，为了让小学生们能够更认识异国文化，泰国新住民姐妹也盛装打扮，为孩子们来做介绍。互动的当中，我就觉得他们
都很乐意学习，对，也很高兴说会馆有这样子的机会，就是开放让各校需要想要来了解多国文化的艺术，这样子就是可以来这样。而现场学生们也以桑粉代替泼水，一起学习泰国文化中的祝福仪式。我们就可以用香粉来代替，那香粉呢，就是给你祝福，就是有的人他不只是像我们这样子3点，他是全身都是白的，就是代表说你的祝福越多，你越白，就是你得到的祝福越多。而在活动现场也带来了许多各国的童玩，让学童们用有趣活泼的方式来认识异国文化，同时也让新住民姐妹们将母国的文化在台湾持续传承推广。记者萧以轩、潘文玉高雄报道。台南老爷行旅去年推出印度美食节，受到许多好评回响，有感国人对于香料主题的喜爱。这次台南与台东2间饭店首度创意联手，推出原住民香料与台式风味的山海响宴，要让消费者品尝到结合原住民与台式料理的好味道。你们可以闻一下它那个香气哦。一刀切下，充满香气的巨蛋鸡就呈现在大家眼前。运用蒜头、洋葱、姜黄以及绍兴酒腌过的放山鸡，不但肉质 Q 弹，而且还有满满香气。搭配面包外皮一起吃，真正就香熟诶！不止这些，另外还有黑猪肉香肠、脆皮火肉、飞鱼干以及原住民阿拜等等的每一道料理。都可以品尝到台湾原生植物香料独特的风味。大家想到原住民呢，就会想到原来的原味的食物。那既然在饭店做呢，我们这次特别不一样，会强调香料这件事情。因为毕竟在饭店做，还是要必须呈现出它的制作食材的技巧。所以我们除了将原住民的原汁原味的食材呢，我们再用特殊的香料加上饭店主厨的厨艺呢，来做一点点的变化。那这中间呢，我们当然还会提供非常传统而且值得推荐的菜色，比如说像是小米的阿拜，那这也是我们会非常推荐。那另外刚好这一阵子是飞鱼季，所以我们也进了飞鱼。结合台东知本老爷饭店以及台南老爷行旅2位主厨的好手艺，创意联手推出一道道具有原民香料以及台式风味的山海响宴。我们台湾其实有很多原生种的食材跟香料等等。那因为其次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那很多餐厅都推出那个伪出国，我知道你要讲这个。对，然后伪出国，然后为了做一些国外的变化这样子，那所以我就是把这次的台湾比较特殊的一些香料跟食材去做结合，山胡椒啊，有那个刺葱啊、月桃叶啊，这些最基本的。那目前也有很多比较红一点的，就是红梨啊、油芒啊、小米之类的。这个东西是以前他们早期原住民在他们的主食就对了啦，等于说这个部分它也不用用农药，也不用施太多的肥料，它就可以长得很好。所以说这次这个料理里面会添加一些这种我们当地比较特殊的食材。瑞师傅可能就发挥他的创意，用烧肉的部分，然后下面抹一些山胡椒，烤起来那个味道吃起来是别具一番风味的。观众朋友看完是不是很想要试试看口味呢？台东知本与台南老爷美食季预计将在4月16到4月24期间登场，喜爱吃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台南世界 K-pop 线上演唱会16日在 YouTube 频道举办全球首播，演出的阵容包含多个热门团体。现场演唱会截至现在已经累计超过26万人次的欣赏，网络曝光更是高达了82万人次。由此可显示 K-pop 韩流加上台南的元素，果然魅力无法挡。YouTube 频道台南 Young 16日举办台南世界 K-pop 线上演唱会全球首播，演唱会由脸蛋天才车银优主持，演出阵容包含新生代夯团 The Boys 以及 Formers Night 等热门团体。
线上演唱会截至目前已经累积超过26万人次观赏，由此显示 K-pop 韩流加上台南元素强强联手的吸引力。 안녕하세요. 저는 MC를 맡은 차현우입니다. 네, 여러분 반갑습니다. 역사와 문화의 도시 대만의 타이난시가 주최하는 타이난 월드 K-pop 온라인 콘서트 K-pop과 함께 전진 앞으로 오늘 with K-pop. 비록 비대면 온라인 콘서트지만 전 세계 어느 곳에 있어도 K-pop과 함께 하나가 되어서 힘을 얻고 또 어떤 위기도 극복할 수 있다는 것 여러분 기억해 주세요. 느껴줘 살짝 느껴줘 뭔가는 부신 감각이 우리가 연결된 시간 We go 市长黄伟哲也特别在演唱会上辣音译，向世界各地收看的观众推荐台南好吃好玩的地方。 Through the online concert, more Tainan citizens and K-pop fans all over the world can participate, and more people can see the beauty and the charm of Tainan. Please stay tuned for more exciting events from Tainan. Thanks to Cha In-woo, Forming Nine, and The Boys join this concert. 看到台南有这么多美食美景，也让这些韩国明星很期待来台南与粉丝见面。许多台湾的民众也表示，相当喜欢这种韩流与城市行销的结合，纷纷表达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能够继续办理。市长黄伟哲表示，不论是在影片留言区或者是脸书粉专，都能看到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留下不同的语言。在疫情影响无法国际旅游的期间，市府透过韩流 K-pop 的超高人气，来推广台南的文化、观光、美食，更是创了全台之先。他也提醒没有看到演唱会直播的朋友，可以到 YouTube 频道搜寻台南世界 K-pop 线上演唱会，就能看到这些精彩演出。记者张秀维，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潘文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见。